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4月28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国内昨增加8822个本土病例，新北市有3241例，台北市佮桃园嘛拢有上千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实施快筛实名制，民众会当摕健保卡去指定的药局买快筛哦，甲喙暗实名制同款，用身份证的号码的尾数来分流哦。另外，机组人员对5月初开始，若准注3档的疫苗满14天，飞长途的转来，就会当适用3+4的居家隔离咯。家用的快筛试剂大欠货是几啊天啊？即马总算铺货去各大药房。指挥中心呢，它会做每日配送，但是除了那个周末、星期天是不配送的部分。中央宣布，快筛实名制28正式启动，有超过4900间的药房，加做头一批通路合作的对象。民众只要摕健保卡，每一张卡一支会当买1包，内底有5支，价数是500块。不过要特别注意，身份证号码尾字若是徛的，敢若会当拜1、拜3、拜5来买。若尾字是双的，是拜2、拜4、拜6会当买；若礼拜是双的徛的，拢会当来买。因为开放民众会当替人领快筛试剂，若是有人一概摕几啊张卡来买，要安怎来应用呢？对，我们希望来讲了哈，大概就是认卡不认人嘛哈，但是我们还觉得在排队的时候，那还是1人1卡了，不要1人很多卡。因为我收了七八十张，然后一下就举了70、80份，那还是能够让它比较均匀的分配。快筛试剂实名制即马伫要启动，因为国内本土疫情小未退，日期确诊病例就要超过9000人，是新增加8822例确诊。新北市有3241例，台北市甲桃园市嘛拢超过1000例。即马确诊的人愈来愈多，中重症的患者嘛增加16例，其中上介少岁重症患者是一个敢若10多岁查某囡仔。目前已经实施的居家隔离新制度，即马嘛要扩大到国际航空机组员。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5月初1开始，机组人员只要做过3档疫苗满14天，飞长途的航班返来台湾了后，检疫的措施比较3+4的制度，也就是3天居家检疫，4天自主健康管理。若底度的航班是为原来7+7缩短做5+5，5天自主健康监测，而且每5天爱做快筛或者是 PCR 的采检。长程航班就是有入境第3级地区的追加剂未满，不管1剂、2剂或未接种者它维持在5+9，维持在5天的居检跟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最近几项的防疫新政策小连续咧施行，指挥中心考虑已经取消疫调等等的原因，嘛宣布简讯实联制为即马开始正式退场。不过催暗的禁令要是要移持到5月31。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本地昨要伫台北天母球场比赛哦，也毋过未全领队有来工作人员佮球员快筛阳性，所以比赛就暂停。为全零规队会来做 PCR 检验。另外 SBL 超级篮球联赛嘛有真侪球员确诊哦，所以这季的比赛就提前结束。但因队是摕到有史以来头一届的冠军。国内疫情严重，拖到中华职棒联名宣布，离职案本来伫咧天母球场的中信兄弟对味全龙的比赛延期，因为队职员内面出现快筛阳性，两队的球员甲确诊者各有密切的接触，全队27早起做快筛，结果6个人快筛阳性，联名依照防疫应变计划，决定取消这场比赛，并且通知卫生单位安排 PCR 采检。伫咧结果出来进前，味全龙将会暂停所有比赛，同时请球团拢爱做快筛，确保安全。另外，国内即拿 SBL 超级篮球联赛也有几位球员确诊，那协27开紧急会议了后，决定取消村的比赛，由目前23胜8败台湾摕冠军，这是台湾队史第一座 SBL 冠军。另外 ，PLG 甲 T1 两大职业联名目前也未传出有球员确诊的消息，两个联名的球员即马就要做快筛，才会当上场比赛。另外，中华职棒有好消息，27个常务理事会正式通过台钢雄鹰加名案，成做中职第6队。台钢明年会自2军开始拍，2024加入1军，和中华职棒让了16年了，佫成做6队的规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3+4隔离的新制度，昨台湾大约是有67000个人会当解除隔离，有民众嘛已经会当解除隔离咯，也毋过到当时还未收到隔离的通知书哦。嘛因为隔离的人第4天若要出门，就爱做快筛，也毋过有民众是无快筛通验，是真伤脑筋。
电话一通线一通卡入来你办公室，袂少人是顶问3加4薪制。不过你干事除了接电话，还阁分装分散防疫关怀包，无用试试。3加4薪制实施，高雄改隔离人数达到5388人，目前也阁伫居家隔离对象有1000人。算一算，大概要3万多支左右的快筛试剂嘛。我们昨天在第一时间就配发出去。市长陈其迈爱民众莫烦恼3天居家隔离期满无快来这个问题。不过台北市有民众因为朋友确诊隔离5天，到即马也无摕到隔离通知书，也无快台机。不过因为现在都还没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匡列通知，那也没有快筛剂，那也不方便出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快筛确定就出门。那现在就是我们还一直在等政府的通知。新北市原来有确诊者25确诊，到即马无摕到物资。我隔离在家，今天第3天。那我没有隔离包，也没有隔离通知单。3加4新制度实施，全台湾26.7万人该隔离，各地状况真济，有人隔离6天也无摕到关怀包甲快筛剂。里长一问才知影健康中心根本资料都还未传给你电脑。健康中心说他没有这些人的资料，说这个还没有上传，我也觉得很夸张，已经6天了。地方人力甲细节对袂到，基层逐工都无适应。那就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那边做事，因为我系统完全看不见，我打1922，他要我来这里，但192把我的系统都锁死，他不让我看了。台北市政府表示，旧制居家隔离10天满7天，无需要快筛试剂；居家隔离满3天，自主健康管理者一旦挂喙暗去健康服务中心领快筛。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呼吁民众自主管理、自主应变。当 PCR 阳性，请点伫厝，甲厝的人隔开。3加4居家隔离者3天期满，想要出外无快筛剂，会当请亲友协助购买。真正无人会当接洽邻里长，也是关怀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西部拢是好天，真热热的天气，温度上悬会到36度以上，中昼的紫外线是真强哦，要爱特别注意。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是东北风减弱，水汽嘛减少，只有东部会落淡薄仔雨，西部拢是一份好天。中南部的温度会真悬哦，台南、高雄、屏东可能会到36度以上。明仔载下晡到拜六，水汽会阁增加，天气变甲无介稳定，爱特别注意常常落雨，甲落雷公雨。礼拜日会开始落今年头一波的黄霜雨，佮加上东北风南下，这方面嘛会开始落雨，天气嘛会变甲较凉凉。再来看昨暗台东县卑南乡、高洛野乡向下大雨，因为雨落了上过大，部分路段积水是真严重哦。有民众翘倒摆泥田，有民众塞车掉伫路面。雨撇人开上大港，头前的路也是看袂啥清楚。台东县卑南乡甲洛野乡离即暗落大雨，雨真大，龙尾北路段淹水真严重。往卑南乡民丰村的产业道路拢是土涨水。一个消费者看到这种情形停掉的，唔知是唔是应该向前行，因为水正错流，还佫一个喷泉。水太大，不敢过去了吼。等一下看看。哎，要注意，家里啊，搁落落，这个爱塌啦。离即暗7:40，台东县对流云系正旺，气象局针对台东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加大雷雨即时信息。这场大雨来了正紧，佫正大，有一位骑奥多摆女技师闪袂赴，人车跋喺路边的水库内面，好佳在无大碍，还佫真侪车条条的袂叮当。当时很深啊，然后前面那台开比较慢，所以就卡住了。对，它就卡。路变侪开，淹过有人也是无伫咧惊。开海沙步车要过，互人替伊真担心。好佳在雨尾有较水，伫今仔透早3:40，气象局已经解除雨特报，淹水也小可较少。淹过落雨过了，山区的土石会较松软，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美国参议院首席议员格里汉之前带团来台湾访问，公开要求台湾采购波音787。最近伊又搁伫美国来表示讲，望咱台湾会使赶紧宣布要买24台，这个采购案的金额有80亿美金哦。传出讲华航 A330中停机队虽然需要换新的飞机，也毋过对这个采购案的态度是真保留。再来看自由时报。
行政院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要加重无驾照驾驶的处罚，对上最罚12000块，要提悬到24000块；恶意逼车的处罚，嘛要对24000块提悬到36000块。今仔行政议会应该会通过。再来看《中国时报》，因为疫情真紧张，财政部昨暗临时宣布讲，要全面来延长应所税、总所税申报的期限，本地5月底到期哦，即马要延到6月底，6月30，请民众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本土疫情的滚架，指挥中心昨宣布讲要取消实验制咯，改用台湾社交距离一个 App。指挥中心嘛讲，这2天这个社交距离的 App 会改版哦，未来伊主要的功能是宣导甲提醒。手机扫店面的 QR code 再搁发简讯到1922完成实验制。万一出现确诊者，当地卫生局就会当用来疫调。不过因为确诊数一直增加，指挥中心27宣布因应疫调取消，简讯实验制即马开始嘛取消，改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来代替。它只是说在2公尺之内，那接触有超过2分钟，就会显露，所以并不是密切接触者啊。当然，如果你现在30分钟、50分钟，那当然自己就要很小心。陈市长表示，社交距离 App 这2天完成改版了后，会保留查询逐天接触状况。未来若是收到接触者通知，会当看 App 注意事项解读，未搁由卫生局解读警讯。App 功能转做宣传甲提醒，因为 App 无强制要求安装，民众安装意愿无同。疫情 OK， 我就把它删掉了。对，现在可能会再把它下载回来吧。觉得这个可信度没有到很高，我还是保护好自己会比较来的，我觉得效益高一点。根据统计，目前有821万外人下载社交距离 App， 不过无线接收爱一直开掉的，互部分民众烦恼了电。对这个代志，3C 专家是讲用电量真少。10年内的手机啊，因为蓝牙其实一直进步，现在传蓝牙是非常省电的功能啊，耗电是一定会增加，但是它的耗电的增加幅度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了简讯实验制，陈市长表示，现阶段做个案管理已经无意义，纸本实验制会同步取消，改用大数据管理。社交距离 App 是希望大家互相提醒，唔是讲安尼做就当断绝社区传播链。相关防疫的想法会甲较早无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4万人哦。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增加8923例，目前是76938例哦。中国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是超过100多万例，日本是超过777万例，韩国嘛超过17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佮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200万例，印度嘛超过4300万例哦，巴西嘛超过3000万例。另外伫欧洲迄边哦，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2800万例咯。再来看世界各国目前拢走向甲病毒共存，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伫拜二指出讲，过去的4个月，全球的体检率减少7成到9成。WHO 是真烦恼讲，因为体检率减少哦，会无法度详细来了解病毒传播甲演化的趋势。WHO 嘛呼吁各国唔通伤紧，就拢放弃体检咯。伫世界各国慢慢恢复正常生活了，大规模体检的情形就愈来愈少。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拜二讲，伫过去4个月，全世界新冠病毒体检率大幅度下降，恐也影响所落来对病毒的监测甲分析。Testing rates have plummeted by 70 to 90% worldwide. As many countries reduce testing, WHO is receiving less and less information about transmission and sequencing. This makes us increasingly blind to patterns of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WHO 讲，伫过去7天，全世界新增加死亡人数15000多人，是2020年3月以来上低。虽然死亡人数减少，不过病毒依然继续伫咧传。以下对新冠病毒长期后遗症的了解也有限。即马放弃体检抑阁伤早，而且体检率降低，也有可能影响新疗法的效果。像辉瑞口服药啊 Paxlovid 将会进行即时加准确的体检。伫发病5天来讲 ，WHO 顶礼拜已经
建议用 Paxlovid 治疗有断气风险的轻度到中度患者。But this drug is not for everyone. The drug was not tested in pregnant women, breastfeeding women, or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 so it does not apply to those populations. 路透社报道，欧盟拍算当地时间拜三宣布脱离疫情大流行紧急阶段，监测新冠病毒的方式会更加亲像类流感。不过欧盟也认为，减少体检以后摕到流行病学的数据资料更加困难，所以鼓励采取更加复杂的方式监测疫情，包括确定必须优先体检的族群，更加关心基因定数，如果发现新变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伫乌克兰隔壁的摩尔多瓦，最近一直有一寡所在熊熊爆炸，虽然是无民众着伤哦，也毋过乌克兰是认为讲是罗西亚伫背后的变鬼变怪。支持乌克兰的英国嘛讲哦，罗西亚后一个目标就是摩尔多瓦。相片内底显示的是涅斯特河沿岸被爆炸破坏的广播天线，当地驻地政府指出，除了附近一个军事单位遭到攻击，2间以高举放送的电台天线也被破坏。爆炸案了后的第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指控俄罗斯背后来策动，要挑起区域不安。俄罗斯甲乌克兰开战以来，支持乌克兰的英国也同时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学者认为讲，俄罗斯一旦伫乌克兰得手，下一个目标就是摩尔多瓦这个所在。前苏联解体初期的1990年代，以俄语为主要语言的涅斯特河沿岸，为了脱离以罗马尼亚语言为主的摩尔多瓦，双方爆发一年8个月的涅斯特河沿岸独立的战争。结果，虽然摩尔多瓦政府军来败退，承认涅斯特河沿岸的自治地位，也阁并无放弃对当地主权的主张。国际上多数国家也无予伊外交的承认。而这个涅斯特河沿岸，就伫有家己的国旗、政府，也有军队以及黑白前锋下度过30年的时间。25甲26连续传出爆炸案了后，上任1年外的摩尔多瓦总统马伊亚桑杜，对着爆炸案的经过也无啥加讲。不过也暗指讲，涅斯特河沿岸内部斗争是造成暴力事件主要原因。Aceste tensiuni se întâmplă pe teritoriul necontrolat de facto de către autoritățile de la Chișinău. Dar acest teritoriu este al Republicii Moldova, iar acolo locuiesc cetățenii noștri. Pacea, apărarea vieții și bunăstării cetățenilor este prioritatea noastră. 对着乌克兰甲英国明表来指责是俄罗斯操控，俄罗斯只是讲高度来关心，而密切注意局势发展。另外，涅斯特河沿岸当局一方面避免指控摩尔多瓦，另外一方面把箭头对准乌克兰，因为迹象显示乌克兰则是策动恐怖攻击幕后的黑手。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再来看巴基斯坦南部第一大城克拉斯拜二发生一战自杀炸弹攻击，造成当地孔子学院3个中国老师死亡。当地武装团体嘛公开相片，承认讲是因做的。遭到攻击的车被杀甲亲像烂铁，车内烧甲乌乌。一个意外发生在克拉斯大学校园内底。拜二下晡，这台车将要开入设伫校内的孔子学院，无想到一个酒店入口所在愈炸大起，熊熊瓦棍引导身躯的炸弹，规台车随即爆炸导火烧起来。结果造成孔子学院院长甲2名教师，也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司机，总共有4个人不幸来罹难。另外2名伤者内底也包含一个中国的教师。There were a couple of Chinese who were part of the faculty for the Karachi University, and from the initial reports, what has transpired is that they were coming in this coaster which is on your left, and there was an explosion which took place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vehicle. 所有报告西部分离武装团体秘鲁指解放军承认犯案，并且公布愈炸大起相片。华军克拉兹的秘鲁执行，拥有真丰富的矿物，真侪一带一路的大型基础建设正在进行。西南边的瓜达尔港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点。分离团体反对中国这投资，认为对当地人无好处，所以定了对包含中国设施在内目标来发动攻击。去年巴基斯坦北部发生巴士爆炸事件，造成13人死亡，其中9个人是中国公民。中国外交部知影这个上新的恐怖攻击消息了后，随即表示强烈的谴责甲生气，要求巴方马上来彻查，严厉惩罚凶手，并且全力保障伫巴国中方人员的安全。另外，拄上任的巴国总理夏利夫也在事发迄暗就到中国驻巴国使馆来致意，强调绝对袂允准任何势力破坏中巴友谊，下地力消灭恐怖分子。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众议院拜三专员通过一项帮助台湾的法案，望讲会当互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地位。伊个总统拜登应该会签署立法。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到印尼的邀请，会参加11月份举办的 G20 峰会，有机会甲普廷、甲罗西亚总统普廷共台来出现。再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昨向北约组织呛声，讲若是有人想要对外部来干预乌克兰的局势，罗西亚卖来发动军事攻击，这可能就会造成第3届的世界大战。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5月7日，台铁火车被停驶，交通部本地规划10条行火车路线的客运，昨宣布讲，佮要增加2条高雄到屏东的路线。另外，中华的车头是山线甲海线相接的所在哦。伫7日本地只有3个人上班，经过协调，即马是增加10来个人来上班哦，要来引导民众坐车。亲身示范5月迄天引导乘客到候车站。彰化火车站是西部干线、山海线汇合的大站，有上百员工。毋过5月7日迄天，恐惊闹空城，甘若剩站长、站务主任，也甲一个总务3个人来上班。到时阵转坐引导行会大乱。复甲再经过沟通协调了后，阁研究16个人来上班。预估迄天至少有19个人来上班。持续跟员工沟通，目前有16位支援旅客服务的工作。5月连假迄天，全国大小车站拢欠人，毋过主要也是司机员人力欠上济，敢若剩5%人力。临时班上班4月30中到前才会对外公布。交通部长王国材再一次为5月代替专门天开会议日。全国的这个民众道歉这件事我没有处理好。对临时班次也不要放弃啊！现在大概有5%的司机人愿意来开车，但这个数字在变动中。王国材嘛公布新版的5月交通应变方案，原则上城际运输无改变，西部也是以高铁国道客运为主，东部是以公路国道客运来疏运，主要是公路运输长连地区。原先规划10条交通车，搁新增加2条路线，包括高雄往屏东，也甲高雄新左营往屏东。这次类火车路线我们总共准备了多少台的游览车？正班行驶跟备用的车辆接近大概300台左右。到底几个小时能够回到花莲？我想至少4个小时。几个小时到台东？6、7小时。代替官网也伫27中到12点，新增加5月劳动节应变计划专区，除了退票资讯，也包括各地区车站、类火车转坐等资讯。王国材是讲5月7日迄天，所有局处首长全部休假上班，监督国道客运的状况。伊亲身到台东去视察，沿路上北，了解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4级二专的统测拜6礼拜特别考试，煞因为第2天拄到5一劳动节代替停驶哦，烦恼会去影响到爱坐火车去考试的学生。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讲，已经请学校去调查，交通有困难的学生学校是会当来安排游览车还是客运车来接送哦，费用教育部会协助。本土疫情拖入去校园，予4级二专要考统测的学生早就已经真紧张。偏偏5月7日第2天的考试，佮当着代替企业工会发起的劳动节唔加班，东港的列车全面停驶，要坐区间车通勤的考生恐惊会受到影响。除了建议学生会当运用类火车，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已经请学校调查学生通勤的工具。若准讲真正无厝内人会当接送，教育部会补助前往课场的交通费用。接驳车辆游览车或是甚至计程车的方式，能够及时的能够将考生送达到考场那所需要的这些费用，教育部会全部来协助另外，因为即马居家隔离缩短到3天，有部分考生原底爱隔离10天，即马嘛会当提早解除隔离。这也就是学校本来通报过来的，我们可能还要再调整。也就是说，今天超过7天的，他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教室参加考试，对不对？是。若是考试当中接到确诊的通知，就袂当搁继续考试，由卫生单位送去隔离。若考试当中是接到居家隔离的通知，伫咧迄节考试结束了后，就要刷到隔离市场继续考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甲民进党的中常会，昨拢有通过部分县市长选举的参选名单。民进党伫屏东提名周春美，苗栗提名
市竞争哦，分别是刘建国、台中市是蔡其昌。国民党通过中华要提名王惠美，嘉义市黄敏惠，婚姻官是张丽仙，佮有宜兰县林祖苗，四个现任的查某县长要继续拼连任。伫中常委的普华城中，国民党中常会通过4位执政县市长的连任参选提名，包含彰化县长王惠美、嘉义市长黄敏惠、婚姻县长张丽仙、宜兰县长林祖苗。由疫情严重，为着无影响4位县市长的防疫甲公布的行程，应用视讯的方式参与提名会议。朱立伦也肯定4位女性县市长亲像妈妈的精神相款，为民众来服务。尤其最近疫情当中，每一位都要做好所有防疫的工作，大家继续坚守岗位，不但勤政，更是爱民，像妈妈的精神一样，对现在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其中，宜兰县长林祖苗即阵有备案的官司，朱立伦讲，国民党除了成立律师团，还为林祖苗的司法权益，也相信选民会用选票幸福林祖苗清白。民进党加油！民进党加油！民进党中执会通过4个县市长选举的提名案，分别是屏东县的周春美、苗栗县的施定真、婚姻县的刘建国，甲台中市的蔡其昌。其中除了屏东以外，另外3个县市即阵拢毋是民进党执政。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强调，希望这4位用伫年底大选来胜出，才有法度互中央的完善政策落实到地方。我们民进党的会做事战队已经逐渐成型。台湾是一个团队，国家也是一个整体。我们推荐的市长候选人最能够和中央合作，也最能够落实各项政策。另外，北沙岛双北甲桃园市长什么时阵定调提名？民进党秘书长林世尧讲，即阵以防疫为重，对手政党也未进行相关的停书，民进党即阵是无着急来提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疫情嘛是真紧张哦，目前是有9000个人伫个居家隔离，指挥中心嘛已经甲台中列做高风险的县市。市长罗秀燕嘛因为接触确诊者快筛阴性，目前是伫厝居家隔离。台中市日前新增加本土确诊356例，校园群组4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6甲台中市列做高风险县市。台中市府决定暂停便衣甲长照机构的探视。也那市长罗秀燕也因为接近的人气内面有人确诊，伫快筛阴性了，伫咧厝做3+4隔离。那刚好政府在宣布这个流程，宣布才没多久，所以呢，刚好我自己本身也可以来这个试试看，那它整个3+4的这样一个流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台中市目前有9000人居家隔离。台中市的居家照护关怀包除了有大牛、饮料、快筛试剂、温度计，也佫提供费用机，等居家照护者期满好势了收回。卫生所的消毒过了，结果再提供使用。我们这个血氧机大概你测出来的以后如果是在96以下的，您要注意，要赶快跟你关护的医院来去联络，表示说你的血氧可能有一点问题。台中市居家照护服务伫卫生医疗方面，由15间签约的照护病院按照责任区域提供医疗服务。居家生活照护的方面，市府成立29个居家安心照护关怀中心，每天拢会打电话和确诊个案了解因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雄雄发出讲要软性封城，有议员就问讲，什么是软性封城咧？郭文地是讲哦，亲像就是3级警戒，会去看疫情的变化来决定。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搁再强调讲，上好7天拢莫出门哦。若是讲一定爱出门，就一定爱做快筛阴性，才会当出去。市长嘛认为讲，新北市的确诊人数一定会清悬哦，有必要先试办，也毋过目前搁等中央的同意。新北市日前新增加确诊数超过3000例，市长侯友宜指出，确诊数来清悬，呈现指数型的成长。为了确保医疗量能，特殊隔离3+4应该改做特殊隔离转型，后面将自我来特殊隔离。新北必须爱行伫头前，是因为处在这个中心点。新北市因为在浪头上，所以必须要把未来所有要考虑的问题先报给中央，跟居家照护一样的道理，让我们先试行。卫生局强调，这毋是0+7，而是要求民众7天非必要拢莫出门，若是检查阴性才能出门。这7天都是以在家为原则。
这外出的期间也要注意到，禁止搭乘大众运输，禁止跟他人共餐、进入餐厅，禁止参加活动。新北市争取特殊隔离转型来保全医疗量能。台北市长郭文铁是指出，那医疗量能无法度控制，爱软性来封城。伊这个讲法，连台北市议员听落到地也无啥啥。日前下晡伫议会来追问，更加想要知影讲台北市什么时阵医疗量能会不足？怎么样的软性封城法？太笼统了。跟去年6月一样，就是3级警戒。差不多意思会监看，所以这个要很诚实的讲。没有标准答案，且战且走。对着台北市府有设518确诊数恐惊来到50万，指挥中心指出，若是用美国、韩国确诊人口的比例来看，换算台湾大约达到10几万到30几万。不过台湾民众自我防护，也有注射疫苗状况，拢比其他国家较好，爱理性来看待。所以要破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台湾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理性来看。另外，负担青菜水果交易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到27中昼超过150人确诊，影响第一果菜批发市场营运。农委会表示，绝对免休市，会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比较医术人员对着密切接触者，采用以检查代替隔离的做法。另外，北农也正伫研议标准的流程甲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听众奥运5月7日要伫巴西举办，台湾队计共有39个选手参加8个比赛的项目。咱来看射击队哦，之前有破全国女子纪录的高嘉瑜，这届伫听众奥运嘛是真有提牌的机会。查甫选手方面，代表团上少年的选手柯明瑞，今年是头一届伫咱国内比赛，伊个摕到金牌哦，伊嘛真值得期待。伫今年全将军女子射击比赛。高嘉瑜表现真好，连续射到8心，559分破全国的纪录。捌伫咧2009台北听湖摕到1分1铜，2013索菲亚听湖也摕到1面铜牌。不过顶一届听湖因为水土无啥适应，影响伊的表现，第一遍无摕到牌。我到了那边以后，要马上赶快适应环境。尽量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和安全。同款伫全运表现也真好，一个这边代表队上少年的16岁选手柯明瑞，第一遍参加比赛就摕金牌。所来伫咧4月全将军射击比赛，本来一开始拢一直领先，尾因为状况无啥稳定，上尾是排第4名。本来第5名，射得越来越顺手，就一路从第4名、第3名。第2名到第1名，但后来一路滑到第3名，打最后一发的时候就差0.4分，落到第4名。柯明瑞会参加射击队，是因为伊伫咧小学5年的时阵，伫咧夜市啊射气球，表现真好，就老师抓去参加射击队，这嘛是平镇中学的射击队。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嘛伊的实力袂歹。教练讲，只要伊伫心理素质方面再加强，听学就让有好表现。从开始到最后都打一样的感觉，那基本上他就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发挥出来。男子选手方面，一个老选手廖水友，伊捌伫2009年台北听湖摕到铜牌，伫13年了，佮参加比赛。期间有参加过几次的选拔，但成绩都未能达标，这也说明了我的心态还不够成熟，往往会把情绪带入比赛中，导致我自己的实力没能发挥出来。这边廖水友除了参加过联赛以外，也甲高嘉瑜搭配参加混双射击赛，伊讲会全力提好成绩。教练讲，这3位选手伫咧技术方面拢无问题，主要是心理素质爱加强，若是表现稳定，就希望提牌。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4、5月份哦，是看花景果上好的时间，因为今年春天的雨落了较济，佮加上生态维护了袂歹哦，即马花景果的数量是愈来愈多。伫台南的每年就推出真侪甲花景果相关的活动，那么做伙来看卖。台南市南西区的梅岭上界出名的，就是梅影甲梅花。不过寒天的梅花季过去了后，4月、5月花金果观赏季也是吸引真侪民众。水相当的充足，所以今年因为从迄个数量嘛袂少，
搁加上因为即马保育有成，即马萤火虫伫咧五龙步道规线拢看会到，而且数量嘛真侪。今年因为春天的雨落了有够，火金菇介意较淡湿的天气，所以有通看到真侪火金菇。不过火金菇会出现的时间大概是暗时6点半到8点，短短2点钟半的时间。而且今年阁因为疫情，拜6礼拜会管控人阵，所以若要看火金菇，就要把握机会。咱若要观赏萤火虫，上好的时间就是超7点就到现场，因为超6点45左右开始出来，到7点就是总出来啊，爱寻上水。然后你若过8点以后，伊慢慢就会减少。另外，即马也拄等满影的伞柜甲油灯火的花柜，每年是规划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会当吸引民众日时来看油灯火、买满影、做 DIY， 暗时阁会当来欣赏火金菇，做一间体会大自然无共款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中乌里的高德社区发展协会最近甲活动中心的壁面重新设计，以生态做主题，搭马赛克的态度是真有特色，嘛真有创意，嘛有描写出在地特殊的人文故事，咱嘛做伙来欣赏。一顶804小溪边，边个有民众忙拉兼洗裤，位在台中乌日的九德社区，村民大家做伙做壁，发挥创意，用马赛克态度加贴图，记录在地土库溪甲地方的生态，和原本乌索索的壁面充满七彩色水，变加真挂跳。九德社区位于那个土库溪还有柳川的中间会有很多生态，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里的生态来做一面墙来供我们这个幼稚园以及国小的学生来做户外教学使用。这次发展协会就重心就摆在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的周围。对，那当然希望以后我们的社造是会就是联系到每一个社区的一个脏乱点或者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它变成很亮的一个景点。因为有土库溪加流川的甲楼，九德社区的生态非常的澎湃。这个特别以心灵小喘气来做社区营造的主题。专工车在地画家林山龙来甲村民裁剪大态路甲绿图，用将近半年的时间，总算完成这道精彩生态壁。做蝴蝶不是我看而已，可以小朋友互动式的，打小朋友喜欢站在他的中间，可以把他照相。好像旁边有画一个那翅膀出来。唔会当看水，可以当翕相甲互动。九德社区的第一道壁已经画完成，算了8月开始，搁有第2道壁动工美化，规整村民总动员热心来参与，望讲会当甲社区自发性巷仔口的在地美学继续推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长期伫美国教册柯介文教授，伫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时，决定讲要搬转来台湾来贡献伊医疗方面的专业。也毋过无想到讲，伫2当前医学中风，必须爱长期复健。也毋过伊无怨叹，嘛无失志，勇敢面对。今仔暗时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柯介文教授的故事。2014年，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柯介文专工为美国返来台湾，记录这个时刻。柯介文是台南人，在1994年，伊去美国读加州大学法律学的硕士，后来继续读德州大学医疗卫生管理博士，在外国大力宣传台湾。伊运用家己的专长，替在美国的台湾人的公卫健康建立管理系统。伊在美东做头一个台湾人社区的健康调查。2015年决定放弃在美国累积的成就，返来台湾教册。培育国际人才。我嘛是感觉伊是一个头壳真清楚的人，而且他很有决断力。一般要做遮大的决定，无拖一个3、4年，哪有可能会返来？就伫柯介文返来台湾教册无到2年的时间，有一天雄雄伫研究室昏倒，因为脑出血影响骹手的活动、甲脑的功能，长时间的复健，生活规个拢乱去，人生面临真大打击。因为脑受伤了，捌发生癫痫发作。佮伤害到伊的脑，所以伊足辛苦的啦。本来会当比你即马看到的先还要好，但是因为佮癫痫发作，所以伊有佮落来，佮起哩，落来佮起哩，所以伊是算较有毅力啊。伊捌走过10多年马拉松的比赛，伫人生的赛道，伊有改变未来的动力。
现在即马爱面对的是更较侪耐力甲意志的挑战。然后就做认真的复健，然后日头足大的时嘛是去操场行的，所以慢慢啊感觉伊的个性有较倒来，对原来乐观的个性有较倒来。人生拄着遮尔大的冲击，柯教授并无怨叹上帝，伊讲即马爱更较专心、全力来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代志。后一个目标是会当完全免牙关啊，重新登去跑道，面对人生的马拉松，伊会更较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4月初过身的前总统府主席彭明敏，伊一世人拢在追求台湾独立。伊伫1964年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后来就乘做黑名单流亡海外。彭教授一生对咱台湾的民主自由是有真大影响，咱嘛阁透过伊的故事来思念伊。2022年4月初8，彭明敏点点啊过身，享年98岁。伊一世人都那亲像咱台湾的命运共款。关键时期发生伫1964年，迄个时阵，彭明敏早就看出中华民国一定要人赶出联合国，国际地位保袂掉，所以甲2个学生囡仔谢聪敏、魏丁条拟定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很可惜，当然蒋介石当时不愿意采纳这样的看法，而且好像认为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一个很不能接受的想法，所以就把他们3个人抓起来了。台湾头一届总统直选，彭明敏甲谢长廷做伙拍选战，而国民党的参选人是李登辉甲连战。不过这个选战，我觉得最有意义是，他可以在电视上跟李登辉总统辩论，第一次有机会让他可以毫无禁忌、毫无忌讳的向全台湾的民众来说明，他从自救宣言，一直到现在，他所有的这个想法。最重要，他认为说，这个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国际社会不承认了嘛，那台湾一定要变成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选举结果，彭明敏以21%第2关得票率，输予得票率54%的李登辉。李登辉上任了后，真侪届请伊担任总统府主席，不过彭明敏拢拒绝。一直到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了后，受总统陈水扁的邀请，才担任主席。总算台湾都那亲像彭明敏的愿望，渐渐为威权行向民主。只是伊的人生也已经到晚年。晚年的彭明敏，家己点点啊做代志。总讲伊无搁参加政治，也是继续写作演讲，用家己的方式守护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个叫做21世纪无聊男子的乐团哦，因翻唱过去的台语歌，佮加入因家己的创作，最近是出一张新的唱片，叫做《台湾 Blues 工人的歌》。咱做伙来听讲古早的台语歌，经过少年人佮再创作是安怎来呈现呢？出门做工手拿药。轻松的音乐描写50年代工人欢喜出门，开始一天的工课。这是50年代广播局推销分州产品的分州歌。90年代台湾工厂渐渐刷到海外，台湾真侪工人失业。工人运动烽火遍地，这条乌唱那卡时的歌曲，就是咧描写迄时的社会现象。21世纪无聊男子乐团透过翻唱这个歌曲，加上家己的创作，描写战后工人的生活。真侪咧感觉上来讲，咧台语老歌拢算讲较浪漫嘛，较乡愁嘛。过去会当有一寡较浪漫的当然是嘛，但是咱嘛袂使讲哇，咱唱到这就感觉哇社会做和谐。因表示过去真侪老歌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乡愁等等，其实嘛有咧反映迄时代的社会环境。因甲过去的台语老歌重新编写，掺入现代元素，带各族群的观众认捌战后以来70年的工人生活。你的顶一代吼，恁爸爸、恁阿公，因到底是咧听啥物歌吼？有一个彼此吼，
会当有一个共鸣的所在，拉近这个代跟代之间的距离啦。因讲透过无共时代的元素结合，希望无论倒一个年岁，民众拢会有兴趣来听因的音乐，嘛要证明即马长时间听乐团活动，毋是干那少年人的专利。记者郭本社会林张若水台北报道。咱再来看台湾头一位用彩色圆珠笔画图创作画家哦，伊捌画过6港的庙咸水风炮哦，伊嘛已经画图画超过20档咯。伊的画是真有个人特殊的风格，咱做伙来看卖。丰富的色水甲图样，无讲真正看袂出遮尔水的图，竟然是用圆珠笔画出来的。来自中华鹿港的艺术家曾永年，创作已经超过20档，画工有路。无定睛甲看，常常互人叫是用一般水彩画。以为说它是用水彩或是用油彩来画的，但是其实到现场之后近看才发现，其实它是用原子笔，就是每一笔，然后慢慢的就是勾勒出来的。人要恒心跟毅力，然后不断的在，就像农夫一样，不断的在耕作，然后透过这个耕作的过程中，它就会有成果，它的花就会长出来，长得丰盛，花园就会美丽这样子。艺术家自开始创作到今，已经甲上10万支的圆珠笔写好打，莫叫是用圆珠笔画图速度会较紧，其实一部作品平均爱开花1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完成。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不同时进行很多幅作品，我不会单一一件作品一次就把它画完，然后透过这样反反复复，所以一件作品差不多一系列的作品，差不多1-2年会完成一系列的作品。这届展览内容有艺术家最近3档画30件作品，在阳明交通大学艺文空间展出。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日本一间铁道公司最近推出2轮火车，火车运转的动力佮有车头所有需要的电哦，拢是使用太阳能佮再生能源。东京的涩谷车站人真多，真侪人上班上课拢是坐火车。自4月初1开始。坐东极电梯营运的火車路線，會當為零碳排做貢獻。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は太陽光、風力、水力、地熱、バイオマスからなるような電気を、どこの発電所で発電されたかという証明をつけた形で、購入しております。東極電梯有超過100公里的鐵路路線，全部攏用永續能源了，包括東京市區加台灣橫濱的7條火車路線，一共1條電車路線，全部攏升級變做力量火車，逐工替220萬人提供服務。那火車的動力，火車站的電火販賣機、監視器攏用綠色能源。もちろんそういった仕組みということを使っているだけではないかっていうご指摘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かしながらそういった仕組みをうまく活用しながら世の中を変えていくこのきっかけのトップランナーであることが重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是全世界第2大碳排国，政府定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不过2011年发生当日本强烈地震，福岛核电厂发生核灾了，日本提悬烧煤发电量，目前只有2成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东极电梯希望就着推动力量火车，带民众以实际行动共同做环保，为日本走向零碳排带来正面的帮助。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今仔西部拢是好天，真热暖的天气。台南、高雄、屏东哦，可能会到36度以上。另外，西半部佮外岛哦，拢会有蒙雾，塞车就爱特别细腻哦。明仔载下晡到拜六，水气会佮增加，天气就变甲真无稳定，就爱特别注意熊熊落雨佮落雷公雨。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到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